师傅还有我上次我听我同学说，烧小房子的辰光，现在不能用佛台上面有油灯啊，用打火机啊，没有这回事哦。有的，有的啊，一直用打火机的，一直用火柴打火机，不能用佛灯的，本来不是烧小房子的时候，就是佛灯油灯上面点嘛。不行，那是你们自己搞的，那就油灯点好了以后，就是香点好以后，再用打火机烧小房子了。对呀，那不一样的，油灯是代表佛灯啊。你怎么可以用鬼的东西啦？你烧给小房子，烧给上面地方鬼，你怎么可以用佛灯的啦？那我们错了。那我以后知道。